大家好，我係陳志謙律師。今日係2026年5月6號，星期三。2026年呢話咁快就踏入第二季啦。咁喺上年2025年啊，我哋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就話，透露咗咧應該嚟緊2026年呢多項經濟包括股票、金融、樓市同埋旅遊業咧都會有復甦嘅跡象，特別係金融股票方面咧更加係會有亮麗嘅成績。咁啊，好似佢嘅承諾就真係兌現喎。今季啊，第一季2026年第一季嘅 GDP 咧，竟然有5.9%嘅增長，係遠超於市場嘅預期，更加係5年嚟最勁嘅增幅添。淨係睇數字呢，香港嘅經濟啊，又真係好似已經復甦喎，仲幾唔錯添。不過啊，我哋又睇翻實體香港嘅市況啦。好似又唔係咁好啫喎，到底市民感唔感受到香港經濟已經復甦咗呢？咁樣另外一方面啊，香港經歷咗疫情之後呢，都加快咗轉型。最明顯嘅就係數碼 AI 轉型、綠色經濟同埋金融嘅大力發展。好多內地嘅企業呢都嚟香港二次上市啦，或者係選擇香港上市咁樣。咁喺轉型上啊，雖然係一件好事，但係咧就會令到香港嘅貧富懸殊問題加劇。呢樣嘢亦都係好多國家喺經濟轉型上面所面對嘅問題。咁啊，究竟香港人有冇感受到經濟真係轉好咗呢？貧富懸殊嘅問題又係咪真係加劇咗呢？我都會同大家一一討論嘅。先同大家講下貧富懸殊嘅數據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喺2025年5月6號至5月20號透過電話進行嘅調查呢，探討咗香港市民對貧富懸殊問題嘅睇法。結果顯示啊，有嗰70%嘅受訪市民呢認為貧富懸殊問題係嚴重咗嘅。另外有80%嘅市民更加認為啊，政府應該喺教育、醫療同埋公屋方面咧解決貧富懸殊嘅問題。其實呢方面咧都係基層市民最大嘅困難同埋最大嘅開支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受訪嘅市民亦都認為咧貧富懸殊問題咧係比5年前更加嚴重啊！咁究竟呢5年發生咩事呢？究竟係一個人問題啊、社會問題啊，定係政府問題呢？咁樣咁明啊，多方面嘅數據都顯示香港嘅經濟係確實好似係逐步轉好嘅，但係點解普羅市民又完全感受唔到呢？咁樣先唔好講市民嘅感受，我哋從疫情之後睇翻咧，香港即係餐飲業同埋服務業呢，更加係進入咗寒冬嘅。好似一啲老字號嘅品牌啦、大嘅餐飲連鎖集團啦、老字號嘅餐廳啦，都相繼結業，捱唔住咁樣。咁咧，因為點解呢？不外乎就係因為市民而家興起咗北上消費啦，一放假就想去深圳啦，又或者長啲假期，好似5·1咁可能或者復活節就飛遠啲啦，係嘛？可能去日本或者去泰國消費啦，去外國消費啦。咁另外呢，租金又冇得點減啦，咁變咗幾重夾擊之下呢，令到真係營商環境呢，就真係實體鋪嘅營商環境呢，實在受到打擊嘅，絕對係進入咗寒冬期啊！雖然疫情之後呢係興起咗兩餸飯，咁而且兩餸飯呢本來就喺街邊嘅啫，而家連酒樓食肆都做起兩餸飯啦，更加有高級兩餸飯添進入大型商場。咁呢樣嘢呢，其實講真，真係對傳統飲食業呢係一個打擊嚟嘅。啲人而家興起呢，根本就係話餸都唔買啦，兩餸飯仲平，咁啲人又點會出去食呢？係咪咁嘅情況？咁令到呢而家一啲叫做中型嘅連鎖餐廳咧都好多都執笠啦，因為市民真係少咗出去食飯啦，或者慳住食，或者去北上食咁樣。咁大家咧好明顯就感受到，起碼飲食業就冇點好轉啦咁樣。咁另外更加就係咧，其實咧
我哋之前嗰個施政報告又好，或者政府嘅政策都好呢，都好似比較傾斜咗喺一個重點發展科技啊、金融啊、地產行業咁講。咁對民生基層市民嗰啲行業就好似冇乜着墨咁樣，令到呢其實更加係基層市民就覺得，喂，好似真係政府係冇關心我哋呢咁樣，反而就淨係話，喂，梗係要搞高科技啦、高大上啦，係嘛？炒股票啦、金融業啦，俾多啲內地嘅上市公司嚟上市啦、集資啦咁樣推高個地產業啦咁樣。咁其實呢，真係呢件係咪一個好事呢？咁樣市民喺嗰種情況下，又點會感覺到經濟真係好咗呢？咁樣咁但係 OK，咁講咗呢啲唔好嘅嘢啦，咁有咩好嘅呢？咁既然數據話咁好，咁有啲乜嘢行業係真係轉好咗嘅呢？咁其實大家睇到啦，一定係股票先啦。首先，因為股票呢之前係越炒越高嘅，主要因為而家係美伊戰爭啦，先跌翻啲落嚟嘅啫咁樣。咁另外呢，就係話，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呢，就係話樓價啦、樓市啦，因為始終呢而家去庫存就多咗啦咁樣。咁同埋講真，亦都係其實樓市係咪真係咁好呢？咁樣講，咁根據呢差餉物業估價署喺今年第四月份公佈嘅數據呢，喺今年3個月私人住宅嘅售價指標呢係報312.8點，係按月升咗1.39%嘅，咁更加係創咗一年新高咁樣。咁我之前有條片都講過啦，就係話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多香港人嚟買樓呢？咁其實唔係嘅，好多我做樓宇買賣都知係好多係內地客嚟買樓嘅，因為始終呢人民幣升咗值，咁依年裏邊咁變咗佢哋呢又用人仔攞嚟香港買樓呢就平咗啦咁樣。咁呢個係咪真係香港人受惠到呢？我又將想問下大家啦，係咪大家都容易咗買樓呢？我又覺得好似未必係啦咁樣。咁跟住另外一樣呢，就係 AI 產業啦、科技產業啦，因為而家 AI 又紅到不得了啦，係咪啊？個個都話要搞 AI 啦。咁呢樣嘢，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咁好呢？因為主要就係話呢，雖然話個個都話嘅 AI 啫，但係 AI 只係旺咗一小撮人嘅啫。同埋呢，但係其實呢，佢係取代咗好多現時有嘅職位嘅，例如好似匯豐都話大裁員啦，裁咗啲人係嘛，用 AI 取代咪得咯係嘛？有啲人話律師都要被取代咯，AI 做 research 做資料收集咪得咯，AI 揾案例咪得咯，今日想講揾律師揾啫咁講。咁呢樣當然律師行業我就唔認同啦，因為律師呢係需要有人嘅分析嘅，AI 有時都會俾啲錯嘅案例你嘅係嘛？咁但係呢，其他行業如果真係着重分析嘅或者資料搜集嘅嘢呢，係真係 AI 係可以取代咗人嘅喎，講真仲快仲好咁樣。咁好明顯啦，雖然香港呢整體嘅生產總值係上升咗，但係呢真係只係旺咗一小部分高端嘅產業嘅啫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好似金融AI 科技地產咁樣。咁而普遍對普羅市民嘅大眾嘅生活呢，其實講真就真係冇乜幫助，我覺得。呢個真係嘅，嗰個市民呢係冇嗰個獲得感同埋嗰個幸福感嘅。唔知各位同唔同意啦？如果各位同意我講法呢，就希望打唔覺得3個字，咁呢，我就知道各位網友唔覺得香港經濟真係有好到啦，就係咁情況。咁今日呢，如果大家同意我講法，同埋覺得我分析得啱嘅話呢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CLSS。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廣傳我一條影片，我會定期出片，同大家講社會時事啦、國際時事啦、遠程新聞啦、騙徒嘅最新行騙手法，同埋大家點樣可以防止被騙。最重要係用正確法律觀點同各位講出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，等大家唔會誤墮法網。多謝大家。